Hello，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最近收到兄弟们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啊，那我拿不到对方手机可以使用吗？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们的软件需要双方安装才可以使用的啊，不要听信外面那些啊不需要对方安装啊就可以正常使用的啊，那些都是骗子啊！大家也用心的想一想，如果真有这种东西啊，那这个世界是不是乱套了啊？你不是想看谁就看谁了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咱们的软件必须双方安装才可以使用啊。然后啊，咱们接下来也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软件里的功能啊。首先这个实况屏幕，这个呢是大家用的最多，而且也是找这个功能最多的啊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吧？我的手机就会完全同步对方这台手机，对吧？随便的滑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啊。对方手机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提示啊，不管怎么操作啊，都没有任何的提示，随便的打字。我这边呢也是同步的，或者说刷短视频，我这边呢也会跟着动，对吧？那再来看一下这个设置，也都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不管对方使用手机做什么，一举一动在我们这边啊都是可以完全同步的。好的，播的时候点击挂断啊，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演示了啊。咱们的所有功能啊，都是没有任何距离限制的。安装上之后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正常的使用。那咱们今天视频啊就到此为止了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